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大专院校沙埔排球锦标赛连续5天伫台中潭子的沙埔排球场来举办，全国各地总共有93队，大约600个人来参加比赛。 110学年度大专院校沙埔排球锦标赛举办5天，伫台中市潭子区比赛，吸引全国各地总共93队，大约600人参赛。高的那一个人可能就是拦网在上面比较有优势，然后矮的人就是手背他可能会移动比较快，比较有优势这样。有点紧张了，也还好，就平常心就好。紧张反而会更容易失误。主办单位讲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沙埔排球大队限制2位球员，而且比赛是用3局比赛，只要赢2局就会赢21分制。分数的算法不一样以外，还有就是说，他的人数只有2个人。 台中市伫今年全国沙埔排球赛嘛摕到公开女子组冠军，U20男子组嘛摕到亚军，希望这摆比赛嘛会当摕到好成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